各位老友，歲月不饒人啊！我哋呢班半生勞碌、歷經慘桑嘅銀髮族，頭髮白咗，皺紋深咗，但係心入面嗰種通透，理應比啲年輕人多出幾分。不過我發現好多人到咗呢個年紀，反而越活越縮，越活越驚。驚啲乜嘢呢？驚老、驚病，更驚自己一個人孤孤單單咁走。其實呢，大家必定聽過呢件事。日本每年有超過3萬人係孤獨死，即係死咗之後，屍體發臭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先至俾人發現。有份權威調查話，超過60%嘅獨居老人最怕嘅唔係病死，而係呢種死法。你以為呢種孤獨死只係日本嘅社會問題？我哋不妨宏觀啲去睇，請各位好好睇下自己樓下嗰啲微型單位，睇下深夜仲喺茶餐廳出面坐住嗰班銀髮族。香港人呢，我哋呢個城市孤獨係一種傳染病，不知不覺已經殺到身邊。等等，你以為我講呢啲係想同大家賣慘，叫社會多啲關心老人家？錯啦，錯得離譜。我反而想問大家一句掏心窩嘅話，點解你會覺得孤獨死一定係悲劇？點解一個人走一定要搞到咁凄涼？係咪我哋從小到大俾人洗咗腦，成日覺得一班人就係正常，一個人就係該死？呢種想法先至係真正嘅疾病。我哋呢代人從小受到嘅教育就係多子多福，兒孫滿堂。逢年過節，屋企如果冇10幾20口人，吵吵鬧鬧，就覺得呢家風水唔好，呢個人活得失敗。呢種群居嘅執念，其實就係一種時代嘅洗腦。你驚一個人走，係因為你將生命嘅價值綁定喺別人嘅眼光入面。你覺得臨走嗰陣，床前無子孫，喊天喊地，就係你做人做得好失敗。但係老友們，呢種係徹頭徹尾嘅內耗。我哋喺人世間走一轉，嚟嘅時候係光住身子一個人嚟，憑乜嘢走嘅時候非得要求有一班人陪住？呢種對熱鬧嘅病態追求，令無數中老年人喺晚年患得患失，甚至卑微咁去討好晚輩，只係為咗求一個死後有人送終嘅體面。但係呢種體面真係你想要嘅咩？從義理嘅角度嚟講，我哋讀《易經》講究嘅係一個順應天道。《易經》入面有一卦名為無妄。乜嘢叫無妄？就係不妄想，不妄求，順其自然。天雷無妄，雷行天下，萬物順應天道而生息。生死就係天地間最大嘅自然規律。你喺生命嘅最後時刻，獨自面對蒼茫宇宙，呢個本身就係一場最純粹、最高貴嘅靈魂交接儀式。點解非得要喺一片嘈吵嘅喊聲之中，喺各種儀器嘅滴滴聲之中離開，先至算圓滿？無妄卦話俾我哋知，一個人只要行得正、坐得端、內心充實，就唔需要對外物有任何虛妄嘅渴求。孤獨死，換個角度睇，叫做赤條條來去無險卦。你唔需要睇任何人嘅面色，唔需要交代嗰啲剪不斷理還亂嘅俗世恩怨，就好似一片樹葉安安靜靜咁落入泥土。呢種境界唔係悲劇，而係大解脫、大自在。講到呢度，我不得不提我自己最近嘅遭遇。最近好多傳媒就中意搞事，用啲廉價嘅同情心去包裝，標題大大隻字寫住我晚景似良，變賣家產，只求度生。我真係笑咗出聲。其實呢，你哋呢班無知嘅人，知唔知自己講緊乜嘢？你以為我係被逼賣樓等錢使？你以為我喺酒店受苦？你睇下我影出嚟嗰啲相，紅光滿面，笑容滿面，面前擺住嘅係頂級魚子醬，手邊擺住嘅係靚鋪。我講過，住酒店不知幾好，朝早起身個景一流，手尾唔使自己收，衫又唔使洗，想食乜打個電話落樓下餐廳就有。你覺得我慘，我覺得你哋愚蠢啊！呢種境界就係我同大家傾嘅事。乜嘢叫做
一個人玩嘅終極哲學。我將間大屋賣咗，畢生收藏嘅字畫、古董、鋪位茶，乜都唔要，返咗去租間酒店套房住，身邊無兒無女，陪住一個秘書同幾個看護。呢個唔係因為我慘，而係因為我徹底醒悟啦。我唔需要嗰一屋嘅死物去證明我曾經啟皇過，我都唔需要一班貌合神離嘅親屬喺床前等我斷氣。我花自己嘅錢，享受自己嘅人生，一個人玩得風生水起。外人睇我係孤獨死嘅前兆，我自己睇呢個係活出咗神仙般嘅暢快。如果你覺得人生好苦，覺得老咗無人陪就好可憐，你俾少少時間我送錢入你袋。因為我哋講嘅事係教緊你點樣由心靈深處解救自己。既然睇破咗生死同孤獨嘅真相，我哋喺日常生活中應該點樣趨吉避凶，令自己活得更加通透呢？我俾大家3個極具實操性嘅建議。第一，清理你嘅視覺空間，拒絕目光所及皆是牽掛。好多老人家入面牆上掛滿咗兒女孫輩嘅相，櫃入面擺滿咗過去嘅長輩紀念品。聽我一句勸，收起佢哋。你越係望住呢啲嘢，心入面越係盼望兒女返嚟睇你。呢個叫做望眼欲穿，最耗損老年人嘅氣血。將客廳打掃乾淨，擺上一盤生機勃勃嘅植物，一壺好茶，等你嘅對眼望住當下嘅生活，而唔係活喺過去嘅殘影同對未來嘅妄念入面。第二，重建作息，與天地同頻，唔好因為一個人住就熬夜睇電視，黑白顛倒。易經講陰陽交替，我哋到咗呢個年紀，陽氣漸弱，潮走太有升起，你就起身去呼吸新鮮空氣。太陽落山，你就安頓身心準備休息。你唔需要等任何人一齊食飯，唔需要遷就任何人嘅作息。你係喺度陪住太陽月亮過日子，天地就係你最大嘅伴侶，何來孤獨？第三，停止無效嘅訴苦式社交。有啲老友一聚埋一齊，就係逗邊個身體更差，逗邊個嘅兒女更不孝順。呢種充滿咗怨氣嘅負能量場，比孤獨本身更傷人。如果你身邊係咁樣一班人，不如學下我，一個人坐喺窗邊，開一罐靚魚子醬，沖一壺好茶，哪怕只有10分鐘呢，總高質量嘅獨處，都勝過喺垃圾堆入面揾存在感。各位老友，不亂於心，不困於情，不畏將來，不念過往。一個人走，絕非該死，而係上天賜予你最後嘅清靜。將心放闊，好戲仲喺後頭。好多人問過我，到底識唔識得乜嘢叫孤獨？我冇喺專欄寫過。有時喺酒店房半夜起身，周圍好靜，我會做乜？唔係喺度自怨自艾，唔係打電話揾人訴苦。我去坐喺書桌前面，攞本書抽少少時間出嚟練字，練到某個字，覺得自己寫得好靚，自己喺度笑。各位老友，你哋睇下，呢啲就係自得其樂。呢種境界絕非憑空得嚟，而係需要我哋喺精神深處立起一條定海神針。到咗我哋呢個歲數，常常會聽到有啲老友記抱怨：哎呀，我呢個人就係唔中意同人打交道，我寧願一個人留喺度。表面上聽起嚟好似好灑脫、好清高，但實際上呢，佢一個人坐喺屋企，電視開得震天響，手入面揸住電話，心入面隱隱盼望兒女可以打個電話嚟，或者老朋友可以約佢去飲早茶。一旦無人理佢，佢心入面就開始泛酸，覺得世態炎涼，覺得自己俾人遺棄咗。各位，呢個根本唔叫享受獨處。我哋要明白，一個人玩同孤僻係兩回事。孤僻係你唔想見人，但內心好痛苦，好想有人理你，但又要扮清高，呢種叫內耗。呢種狀態就好似開住一架無油嘅汽車，你拼命踩油門，車唔行，發動機卻喺度空轉磨損。呢種內耗最傷老年人嘅元氣。而真正嘅一個人玩，係你完全有能力、有資格、有本錢去享受嗰份寧靜。你嘅精神世界豐富到滿溢啦，你嫌時間唔夠用，點會有空去諗自己係咪孤獨？喺易經第27卦入面有一卦叫做爾卦，山雷爾，卦上係上面一個
艮代表山主靜，下面一個震代表雷主動。佢嘅形狀就好似一張張開嘅嘴巴。呢卦講緊乜嘢？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講嘅係養生之道，更加係養神之法。易卦嘅核心智慧在於自求口實，即係話你嘅營養、你嘅能量、你精神嘅禁養，必須係自我供救嘅，而唔係向外乞討嘅。呢個精神國度富足嘅人，佢嘅內心就好似一座蘊藏豐富嘅寶山，而佢嘅行動力就全部用喺發掘自身樂趣之上。佢唔向兒女乞討關注，唔向社會索要認同，佢自己為自己提供情緒價值，自己滋養自己嘅靈魂。呢個就係精神上嘅自給自足。當你做到咗呢一點，世俗嘅喧囂與否就再都無法撼動你嘅心神。一個人嘅時候，最好就係學習點樣去面對自己。大家可能覺得學習一把年紀仲學乜嘢？難道去考狀元？錯啦！我講嘅學習係學住向內探索。我成日睇下自己點樣過日子啊！朝早起身，心情好，我就落去酒店附近嘅街市逛下。以前我搞到整個街市，每一個賣菜婆、賣魚佬都係我老友。抿到條馬有新鮮，即刻買返去，唔理37、21，自己研究點樣蒸。我蒸魚好講究，連條蔥點樣切，啲油要幾多度滾，先至會淋落去，都有自己一套。蒸完出嚟，一個人對住碟魚，倒杯酒，呢餐飯我食得比同10個人食自助餐仲要開心。點解？因為由揀料到落鑊到上碟，每一個環節都係自己嘅心血，喺度享受住生命嘅創造過程，而唔係純粹填補個肚。哈佛大學有一個長達80幾年嘅幸福研究，結論好清楚，真正令人快樂嘅唔係錢，唔係名譽，而係你有冇投入到一段關係或者一件事入面，投入到一條兒身上，嗰種滿足已經完勝好多人。呢個世界太多人唔識得同自己相處，一放假就驚，一定要約人，一定要出街，一定要做啲事去證明自己存在。但我呢，我可以一個人嚟喺書房睇書睇足一日，嗰啲書唔係求其隨便擺喺度裝飾，我係真係會睇歷史、文學、遊記、烹飪，乜都睇。睇到過遠嘅地方，我會做筆記，會寫專欄同人分享。我將一個人嘅時間轉化成一種產出。我一世人寫咗超過200本書，你估全部都係有人陪住我寫嘅？都係一支筆、一個人、一盅茶，坐喺度同自己對話，同天地對話寫出嚟嘅。所以我成日講，覺得悶嘅人通常都係悶蛋。你自己無聊、無興趣、無追求，就算成班人圍住你，你都係孤獨嘅，因為你係等緊別人為你開心。你嘅快樂係被動嘅，但真正嘅快樂係自發嘅。對呢個世界永遠保持好奇心，見到一棵未見過嘅菜，開心過見到初戀；食到一粒好食嘅荔枝，可以寫3000字去讚美佢。呢種人會孤獨死。大家唔好同我講笑啦，光講唔練假把戲。各位老友，如果你此刻正覺得一個人喺屋企悶到發慌，我教你3招，馬上將你呢啲枯燥嘅日子盤活。第一招，純走你嘅微觀道場，唔好好高騖遠去學人家揮毫潑墨。如果你唔中意嗰啲就係受罪。你嘅道場可以係廚房入面嘅一口沙臘，可以係露台上面嘅一盆蘭花，亦都可以係書台上面嘅一本舊遊記。揀一件極其微小、極其具體嘅事，全身心咁投入入去，就好似我研究蒸一條魚咁樣，去研究點樣將一粒竹咬出米油，點樣將一塊木頭盤出包漿。喺呢個過程之中，你唔係喺度打發時間，你係喺度進行生命嘅創造。第二招，將被動消耗轉為主動產出。成日碌手機睇短片，呢啲叫被動消耗。睇完之後，心入面更加空虛。試下每日做少少嘅產出，睇咗一段好歷史，攞本紙記低佢，拾壹咗一盆花，影像上寫2句心得，哪怕係研究出咗一道新菜，自己喐手將菜譜寫低。當你嘅生命有輸出嗰陣，你嘅精神就係流通嘅活水，絕不會發臭發悶。第3招，守住你嘅神仙時間，每日俾自己規定一個
完全唔受打擾嘅時間段，哪怕只有1個小時，熄咗電視、手機靜音，喺呢個時間入面，你唔做任何人嘅父親、母親、爺爺、嫲嫲，你只做你自己，泡一壺靚茶或者飲一杯小酒，喺呢個專屬時間入面感受呼吸，感受周圍嘅寧靜。久而久之，你會發現呢種唔被打擾嘅清靜，簡直係千金難買嘅福氣。老友們，記住，真正嘅定海神針，從來唔係外界嘅喧鬧，而係你內心嗰份不假外求嘅豐盈。將心安頓好，一個人就係一支浩浩蕩蕩嘅隊伍。我哋呢代人30歲、40歲、50歲，好多人一世人都係為咗層樓打工，供樓供咗幾十年，供完一間又供第二間，買完一個單位又想買多個收租。大家諗下，成間屋塞滿晒嗰啲所謂嘅收藏品、回憶、波鞋一堆、公仔一堆、3000對鞋，搬去邊度都可以開鋪頭。各位老友，你知唔知香港嘅迷你倉生意有幾火爆？我哋呢個城市人均居住面積細過監倉，但每4個家庭就有一個租咗迷你倉，入面擺住啲1年都用唔上一次嘅嘢。大家心入面總係覺得呢啲嘢係我當年花大價錢買嘅，唔捨得掉。嗰啲舊衫雖然着唔落啦，但係等瘦咗再着。你以為呢啲係財富，實情係呢啲全部都係你嘅包袱。你可有發覺好多老人家特別中意囤積垃圾、膠袋、紙皮、過期罐頭，滿屋都係。表面上係節省，實際上係內心缺乏安全感，要用物質去填補空虛。英國有研究指出，強迫性囤積背後係對死亡嘅焦慮。你越驚失去，就越要捉住啲死物，但越驚就越要俾啲雜物困住。你嘅精神空間就咁樣一點一點俾呢啲死物榨乾晒。喺易經入面有一個極具智慧嘅卦象，叫做損卦，山蘇損，上面係山，下面係沙畫，大意係話減少下方嘅胡沙畫嚟增益上方嘅山體。對於我哋個人修行而言，損就係要做減法。損卦嘅象傳入面有句話叫君子以超憤疾欲，意思就係要節制內心嘅憤怒同埋對物質嘅無窮慾望。老友們，人喺年輕嗰陣做嘅係逆卦，要不斷地做加法，拼命去揸取名利、地位、金錢、房產。但人過半百，到咗人生嘅下半場，如果仲喺度做加法，咁就係戚背天道啦。老咗就要轉入損卦嘅境界，減去多餘嘅物質，減去無謂嘅執念，你嘅精神先至會輕盈，你嘅靈魂先至可以好似山一樣拔高。你擁有嘅物質越多，你需要分出去嘅精力就越多。而件物品你買返嚟，你要保養佢，你要防住佢壞，你仲要操心佢以後留俾邊個。呢度邊度係你擁有咗物品，分明係物品佔有咗你。人一到咗某個年紀，就要開始學識收，唔係收錢，係收心，係收起你對物質嘅追求同慾望。講過我自己，我喺80幾歲嗰陣，決定將自己畢生收藏嘅嘢一件一件送走。我啲普洱茶餅好多都係天價，隨便一餅都夠你買架車。但我話送就送，啲名人字畫、古董花瓶、靚嘅石影，邊個中意邊個攞走。好多人唔明，覺得我敗家，覺得我癲咗。其實呢，我先至係最清醒嗰個。有冇聽過呢句？人生最痛苦嘅事，莫過於臨死前仲諗緊邊個會攞咗你嘅嘢。你收藏咗咁多嘢，到最後你根本帶唔走，帶唔走都算啦。最慘係你走咗之後，你班子女親戚可能為咗你留低嗰堆垃圾，爭到你死我活，搞到兄弟反目。你留低嘅唔係愛，係炸彈。所以我選擇將所有嘢送走，一嚟係廣結善緣，將心頭好交俾識得欣賞嘅人，大家都開心；二嚟係還自己一個自由身。你想下，住喺一間幾千蘇嘅大屋，你以為好爽？打理間屋維修、水電清潔，諗起都頭痛。仲有你一打開個衣櫃，見到幾百件衫，你唔煩惱咩？出門着邊件好？呢件唔捨得掉，嗰件等瘦咗再着。心理學家話呢啲就係決策疲勞，
你嘅精神就係俾呢啲無謂嘅選擇磨滅盡。我班佢租店就為咗斬斷呢啲煩惱。酒店啲嘢你用佢，但唔需要擁有佢。張床好舒服，你瞓完就走。個浴缸夠大，你浸完就起身。你唔使擔心個花灑壞咗要換，唔使擔心廁所漏水要搭棚。人生突然之間變成一個享受者，而唔係一個管理者。由管理層退落嚟，進入享受人生嘅階段，呢個先至係真正嘅大解放。安全感從來唔係來自你擁有幾多物質，而係來自你內心有幾強大。無需靠一堆死物去證明你嘅價值。我可以拍拍屁股，拎住個袋就去住酒店，全副身家可能就係幾件替換衫同埋一部平板電腦。但我貧窮咩？我係精神上嘅富豪。生命嘅長度不到你控制，但生命嘅闊度由你話事。將條角度拉到最闊，甩棄掉所有沉重嘅嘢，走得好快，走得好輕盈。老友們，我知道叫你立刻將層樓賣咗去住酒店，呢個唔現實，都冇必要硬學。但係呢種輕裝上陣嘅自由，你敢唔敢要？如果想通咗呢一點，你嘅孤獨感同煩惱起碼會消失一半。為咗令你真正做到身心通泰，我教你3個生活實操。第一，薛勒生前重預節，唔好等到兩腳一伸，先至等別人嚟返你嘅遺物。將你珍藏嘅好茶葉、好字畫，甚至嗰啲有啲年份嘅首飾，趁住自己仲精神，親自送俾識得欣賞嘅晚輩或者老友。望住別人收到禮物嗰陣，嗰個發自內心嘅笑容，聽住佢哋對你嘅感謝，呢種精神上嘅愉悅，比你將啲嘢鎖喺黑漆漆嘅夾萬入面要強上1萬倍。你喺細嗰陣分享，呢個係恩情；你過世後留低，往往成咗爭奪嘅牙根。第二，實行一進一出嘅鐵律。如果你嘅衣櫃已經塞滿啦，咁由呢一刻開始，賣一件新衫就必須掉咗或者捐咗一件舊衫。廚房入面嘅列碗瓢盤都係一樣，切斷至進不出嘅惡性循環。等你嘅居住空間就好似流水一樣，保持活泛，唔生積水，唔聚濁氣。第三，買使用權而非所有權，將對物質嘅佔有欲轉化為使用欲。想食餐好飯，出去揾間講究嘅餐廳，食完抹抹嘴就走，唔使自己洗碗洗辣。遇到名貴嘅古董瓷器，去博物館睇睇，喺心入面讚嘆一番就夠啦，無必要非得偷空家底買返嚟供奉住。你嘅心越輕，你嘅腳步就越穩。老友們，記住我呢句，物質係女豬，回憶先至係財富。你與其留低10層樓俾子女，搞到佢哋唔識奮鬥，不如留低一個輕盈嘅背影，對佢哋諗起你嗰陣，心入面係敬佩，而唔係覺得要為你收拾殘局。我哋傾咗物質嘅斷捨離，教大家點樣將屋企嘅雜物清空，還自己一個清爽。但老實講，掉嘢容易，掉低心入面嘅執念難。呢一課我要深入少少，講一樣更加核心嘅事。呢件事先至係搞到好多香港人，甚至整個華人社會晚年咁痛苦嘅根源。乜嘢呢？就係養兒防老呢4個字。呢4個字簡直係一種咒詛。我哋從小到大，阿爸阿媽、親戚街坊個個都嚟同你講：喂，生個仔啦，老咗有人養啊！你唔生，他日邊個同你擔幡買水啊？大家有冇發現呢種觀念硬生生將生兒育女呢種極神聖嘅生命傳承變成咗一種赤裸裸嘅投資行為，就好似買保險咁，供款20年，期望60歲之後有回報。其實呢，各位老友，你炒股都知無包生仔啦，你憑乜嘢覺得你生嚿肉出嚟，佢就一定會跟足你張保單條款，照足你意思做？呢種想法不單止自私，簡直係愚蠢。點解咁講？因為你將自己晚年嘅快樂寄託喺另一個人身上，呢個本身已經係一個極高風險嘅投資。子女大咗，佢哋有自己嘅世界，佢哋可能要衝事業，可能結咗婚有自己嘅家庭，可能甚至會移民。佢唔係唔愛你，但佢人生嘅優先次序一定唔會係每日陪住你。如果你仲抱住嗰種我養大你，你要陪我嘅心態，你只會將自己變成一個怨婦老人家，日打長途地話去看苦看屈咁樣做，不單止令自己唔開心，更加係將子女越推越遠。呢種相處模式，心理學上有個術語叫情緒勒索。
你以為用親情做籌碼好使得，實情係你每勒索一次，對方嘅心就離你遠一里。易經第53卦名為占卦，封山占，卦上係下根上善，山上有木逐漸生長。呢一卦嘅由始入面反覆用鳳雁嚟做比喻，鳳雁係乜嘢？係後走。孩子對於父母而言就係山上嘅樹木，早晚要長成參天大樹，枝葉伸向天空。佢哋亦都係嗰隻鳳雁，羽翼豐滿之後必然要順應風勢，飛向屬於佢哋自己嘅嗰片江湖。順應占卦嘅規律就係要識得循序漸進咁放手。跨直算嘅特性係自由流動。如果你硬要喺呢個山上建一個密不透風嘅罩，將風困喺入面，風就會變成破壞性嘅龍捲風，將屋企搞到天翻地覆。助長蟹嘅最大嘅悲哀就在於，明明孩子已經到咗應該展翅高飛嘅年紀，你卻非要用一條隱形嘅繩道德綁架，養兒防老去拴住佢哋對腳。呢方面我算係一個活得通透至極嘅樣板。我自己冇親生子女，後生嗰陣風流，但我從不後悔，更唔會怨天尤人。有啲人就覺得，哎呀，咁你老咗無人照顧，係乜事好慘？錯啦！我身邊有好多後生仔，有我嘅秘書助手，仲有好多欣賞我才華嘅後輩，成日約我食飯，聽我講故事。大家有冇發覺，我從來唔需要求人陪，啲人係自己夢想去爭住陪我。呢度有個天大嘅秘密，就係我成日講嘅，做長輩最要緊係唔好煩人。你活得精彩，你就好似一團火，啲人覺得凍，自然會行過嚟取暖。你活得死氣沉沉，你就好似一灘死水，啲人驚你淹親佢，避都避唔切。好多人老咗就犯咗呢個大忌，面到好耐就捉住佢哋，係咁訴苦。我邊度痛啊？邊度唔好啊？呢排好慘啊！你以為呢啲係溝通？喺後生仔眼中，呢啲就係情緒垃圾。你越係要吐苦水，就越惹人嫌。各位換位思考一下，試下，如果你係子女，忙咗一整個星期，難得週末放假，你想去探嗰啲成日笑，帶你去食好嘢，講嘢風趣幽默嘅老豆老母，定係想去對住一個成日嘆氣怨天怨地嘅老人家？答案呼之欲出。喺呢個世界上，冇任何人可以24小時去滿足你嘅情緒需求，就算係你嘅老公老婆都唔可以，更何況係子女。如果你硬係要將呢個重擔擺喺子女膊頭上，第一日佢哋可能會因為孝道而忍你，第二年會因為責任而敷衍你，第三年佢哋就會開始避開你。賽稿，你得到嘅唔係幻想之中嘅父慈子孝，而係雙方嘅痛苦。要化解呢個死局，大家一定要將以下3招記喺心入面。第一招，將人生重心向內收斂。你要學我咁，將重心擺返喺自己度。你首先要照顧好自己，打理好自己嘅生活。當子女見到你精神爽利、開開心心，佢哋先至會願意去接近你。呢個唔係叫你扮開心，而係要你真正活得開心。你要揾到自己嘅寄託，去捉棋、去畫畫、去旅遊、去研究點樣煲一立靚湯。當你嘅時間俾自己嘅愛好填滿，你就無空去數落子女，幾個星期冇嚟睇你啦。第二招，斬斷訴苦式嘅情感索取，以後同晚輩打電話見面，俾自己定個規矩，絕不開口抱怨身體痛，絕不抱怨菜價貴，絕不抱怨隔壁老李頭，只分享你最近食咗乜嘢好食嘅，睇到乜嘢好玩嘅，將你要吐嘅苦水吞落去，或者寫喺日記本入面。你要做一個好玩嘅長輩，而唔係一個可憐嘅長輩。第三招，進行最高級嘅孝順。我處理手法就係一句話：學識自己愛自己，先至係最高級嘅孝順。你想要對子女好，最直接嘅方法就係唔好令佢哋擔心。你將自己嘅身體顧好，食得健康啲，但大家千萬注意，唔好俾絕對健康呢4個字搞死。偶爾放縱下，食件肥豬肉，令自己開心。你將自己嘅情緒搞掂，揾到自己嘅快樂泉源。老友們，你咁樣做，不單止係孝順子女，令佢哋無後顧之憂，更加係孝順你自己，孝順你嘅生命。你嘅情感獨立咗，你嘅人生下半場
先至係真正屬於你自己嘅。你以為你唔孤獨咩？好多人結咗婚，覺得有咗伴侶就等於俾自己買咗一份永不孤獨嘅保險，但事實呢，同你瞓喺同一張床嗰個人，佢永遠冇辦法100%知道你心入面諗乜嘢。各位老友，回想一下你呢半生，你最痛嘅時候，傷口喺你身上，伴侶可以同情你，可以安撫你，但嗰種痛嘅感覺佢分擔唔到。同樣，你最開心嘅時候，嗰種內心嘅狂喜，你用言語形容到盡，對方都只係能夠感受到6、7成。每個人由出世嗰一秒剪斷拉帶開始，就係一個獨立嘅個體。你嘅感受、你嘅記憶、你嘅夢，統統都係你私有嘅。死更加唔使講，呢個係一場終極嘅孤獨旅程。你冇得帶多個人陪你走，就算你係皇帝，都要自己行過嗰條辮。我哋之所以覺得孤獨係苦，係因為你抗拒佢。你認為孤獨係唔應該存在於你嘅生命入面，你覺得自己俾世界遺棄，所以你痛苦。你拼命咁去揸取、去社交、去討好，試圖用人群嘅喧鬧嚟掩蓋心底嘅空虛。等呢個就似口渴嘅人去飲海水，越飲越渴，越掙扎越深陷泥潭。你越早接受呢個本質，你越早得到解脫。易經嘅64卦入面有一個非常深刻嘅卦象，叫做明夷卦，地火明夷。上面係坤代表地，下面係離代表火，代表光明。太陽沉入咗地底，外在嘅世界係一片黑暗。呢個講緊乜嘢？講嘅就係當我哋剃去所有嘅社會身份，冇咗人群嘅簇擁，獨自面對漫長黑夜嗰陣，嗰種極致嘅孤獨感。但老祖宗嘅智慧妙就妙喺呢度，海面嘅光雖然冇咗，但離火仲喺入面。太陽沉落去啦，但你內心嘅火種唔可以滅。當外界環境唔提供光亮俾你，唔提供陪伴同熱鬧俾你嗰陣，君子要識得用晦而明，即係喺孤獨嘅黑暗之中，不向外求，而係向內點亮自己嘅心燈。當你捱過咗明夷嘅暗，你嘅內心就會迎嚟另一卦大有卦，火天大有，光芒普照，內心極其充實富足。你會發現，原來你唔欠缺任何嘢，天地萬物皆可以與你嘅精神共鳴。呢個亦都係點解，只有真正跨越咗對孤獨嘅恐懼，你先至可以獲得生命嘅大圓滿。老友們，我嚟大半輩子行過嚟，可以坦白話俾大家知，我不單止接受孤獨，我簡直歡迎孤獨，將孤獨變成我嘅朋友。我講過一句好有骨氣嘅說話，我10幾歲已經知道自己要乜嘢，我唔需要其他人認同，呢種就係精神上嘅獨立宣言。回首來時路，我從小喺南洋長大，家境算富裕，但我好早就走出嚟闖，去日本留學，去香港做電影，乜都係靠自己。喺呢個跌宕起伏嘅過程之中，我習慣咗一個人解決問題，一個人面對世界。定然圈多繁華，多熱鬧啊，但卻眾人散之後，面對冷清嘅房間，如果你冇一點內心嘅定力，一早就俾嗰種落差感吞噬咗啦。所以到咗晚年，我唔會因為身邊少咗人而驚慌失措，因為我嘅內心世界已經構建得極之牢固，好似一個城堡一樣。我自己就係國王，喺呢座城堡入面，我安排自己嘅起居，品味我嘅抱擁，翻閱我嘅藏書，享受我嘅魚子醬。我嘅情書唔需要別人嚟批准，我嘅快樂全由我自己做主。大家試想下，點解一個人會悶？因為你嘅城池係空嘅，你嘅精神王國入面無一兵一卒，無糧草儲備，外面嘅風一吹，你就凍到發抖。要喺晚年活出呢種大有嘅境界，我哋必須着手修築自己嘅內心城堡。我俾大家知3招實實在在嘅法門。第一法，修築精神護城河，隔絕外界嘅悲觀磁場。好多人老咗覺得受涼，係因為睇咗太多負面新聞，或者聽咗太多老友記嘅抱怨。由依家開始建立你嘅護城河，唔睇嗰啲半賣焦慮嘅節目，
唔參與嗰啲成日怨天尤人嘅聚會。你嘅精力已經好寶貴啦，唔可以令別人嘅負能量污染你嘅護城河。保持耳根清淨，係你守護內心光明嘅第一步。第二法，每日一刻嘅觀心功課，唔好驚獨處嘅時間，每日揀一個安靜嘅時刻，可能係清晨，可能係午後，唔好開電視，唔好睇手機，就俾自己沖一杯茶，或者靜靜咁坐喺度，感受你嘅呼吸，感受陽光照喺身上嘅溫度，喺心入面對自己講：我依家一個人，我好安全，我好自在。久而久之，你會將呢種獨處由一種不得不承受嘅捱，變成一種每日最期待嘅享受。第三法，主動掌舵，做生活絕對嘅王，唔好總係等住別人嚟安排你嘅生活。等阿仔周末帶我去飲茶，等老伴想出街我先出。由今日開始，你要主動出擊。你想食啲好嘢，自己穿戴整齊出門去食。你想睇海，自己買張車票去海邊吹風。喺呢個屬於你嘅城堡入面，你唔需要等任何人嘅恩准。當你開始100%掌控自己嘅雙腿同腸胃嗰陣，嗰種由骨子裏散發出嚟嘅自信同滿足感，會將所有嘅孤獨同苦悶一掃而空。老友們，生命本身就係一趟孤單嘅列車，有人上車，有人落車，最終到站嘅只有你一個人。既然孤獨係底色，何不喺呢個底色之上畫出一幅氣象萬千嘅山水畫呢？我哋中國人，特別係我哋呢代半生勞碌嘅華人，對房子有着近乎圖騰般嘅執念。好多老友覺得賺咗錢就得換大屋，間屋越大風水越好，晚年就越有福氣。但事實真係咁樣咩？呢堂課我唔同你哋講嗰啲虛無縟緲迷信，我哋用易經嘅通識嚟傾下點樣打造一個真正滋養你身心嘅長者道場。大家回想一下，我哋年輕拼搏嗰陣，屋企人多，孩子喺客廳跑，廚房入面炒菜合鑊嗰陣時，哪怕住個小小嘅唐樓，都覺得熱氣騰騰。後來有錢啦，孩子亦都成家立業搬咗出去，你終於如願以償，住上咗幾千呎嘅大平層或者幾層高嘅獨立屋。嗰時各位老友，你摸住良心問下自己，住喺呢間空蕩蕩嘅大屋入面，你真係覺得舒服咩？好多人到咗晚年，伴侶走咗，孩子唔喺身邊，一個人守住幾房兩廳。到咗夜晚，客廳嘅燈一熄，四周靜悄悄，連條針跌喺地下都聽得見。你喺屋入面走動，總係覺得背脊涼搞，冬天開住暖氣都覺得手腳冰涼。明明冇做乜嘢操縱功夫，每日醒嚟卻覺得渾身酸痛，精神萎靡。你以為係自己年紀大咗，身體變差？錯啦，很大一部分原因係你嘅房子有啲吸你嘅氣，你將半生積蓄變成咗大屋。你以為你喺度享受財富，實際上係呢間龐大嘅空屋，日夜消耗緊你嘅精氣神。易經第59卦名為官卦，風水符，上面係巽，代表風，下面係坎，代表水。風吹喺水面上，水波四散，呢個就叫巽，亦即係散散發散嘅意思。湖水浴入面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做屋大人少，是為凶宅。大家千萬唔好俾凶宅呢兩個字嚇親。呢度講嘅唔係鬼神，而係氣場。乜嘢叫氣場？每個人身上都有屬於自己嘅生物能量，亦即係中醫入面講嘅陽氣。一個嘅人陽氣係有限嘅，當你一個人住喺一個極大嘅空間入面，你嘅氣就會不自覺咁向外擴散，去試圖填滿呢個空間。空間越大，你後肺嘅氣就越多。呢個就好似用一個電暖爐去烤一個巨大嘅禮堂，禮堂未暖翻起嚟，電暖爐已經超負荷燒壞咗啦。呢個就應咗掌卦嘅象，你嘅心神同元氣都喺呢種不知不覺之中被沖散掉啦。相反，風水講究藏風聚氣，老一輩嘅皇帝富有四海，紫禁城咁大，但你睇皇帝瞓覺嘅曹宮，比如養心殿後面嘅睡房，其實非常纖小，有啲甚至只有10幾個平方。
床前仲要放低厚厚嘅帷幔。點解？因為空間細，氣場先至可以聚攏，氣聚埋一齊，先至可以滋養你嘅肉身。呢個叫氣聚有情。到咗人生下半場，你嘅身體機能本來就喺度做緊間法。呢個時候，如果你仲試圖去填滿一個巨大嘅空間，咁完全係逆天道而行。講到呢度，大家應該就可以徹底明白點解我要將間大屋賣咗。好多人睇我搬去租間酒店套房住，覺得我係晚景遲涼，其實我係喺度俾自己聚氣。你想下住喺一間幾千箱嘅大屋，你以為好爽啊？實情係打理間屋，維修水電清潔，諗起都頭痛啊！哪怕你請咗工人，你都要費心去管理工人。鑊掉漏水你要操心，花園長草你要操心，電器老化你仲要操心。你嘅精神就係俾呢啲無謂嘅瑣事磨滅盡。你喺大屋入面係一個疲於奔命嘅物業管理員，但我搬去酒店，情況就完全唔同啦。酒店嘅套房大小適中，啱啱好可以聚住我嘅氣。最關鍵嘅係酒店啲嘢你用佢，但唔需要擁有佢。親床好舒服，你瞓完就走。個浴缸夠大，你浸完就起身，唔使擔心個花灑壞咗要換，唔使擔心廁所漏水要搭棚。想食乜打個電話落樓下餐廳就有。朝早起身，個景一流，手尾唔使自己收，衫又唔使洗。各位老友，呢個就係由管理層退落嚟，進入享受人生嘅階段，呢個先至係真正嘅大解放。我住喺嗰度，紅光滿面，笑容滿面。我嘅精力唔再用嚟對付嗰幾千殺嘅鋼筋水泥，而係用嚟品我嘅靚普洱，食我嘅頂級川魚子醬。空間雖然比以前細咗，但我嘅精神天地卻無限放大咗。老友們，我分享住酒店嘅經歷，並唔係非要逼住大家都將層樓賣咗去住酒店，而係要大家學習呢種物為我用、氣聚神形嘅智慧。如果大家依家依然住喺自己屋企，我教大家3個極具實操性嘅方法，馬上就可以改善你嘅居家氣場，令你嘅晚年越住越精神。第一招，關門閉戶嘅縮景法。如果你依家一個人或者老兩口住3房、4房嘅大屋，聽我一句勸，將嗰啲1年到頭都冇人住嘅客房、空蕩蕩嘅書房，統統打掃乾淨，然後將門關上，唔好令嗰啲空房間分散你客廳同主人房嘅陽氣，將你日常活動嘅核心區域縮小到睡房、客廳嘅某個角落同埋餐廳。喺呢個小天地入面，擺上你最中意嘅茶具，放上你最常睇嘅書，令你嘅生活氣場高度濃縮。呢個就係最簡單嘅聚氣風水陣。二招，印黎明入息，數字印買。易經入面嘅履卦代表太陽、光明同喜悅。老年人最忌事住喺陰暗潮濕嘅環境入面，將屋企厚重嘅遮天蔽日嘅深色窗簾換掉，換成透光性好嘅淺色紗簾。只有出太陽就一定要拉開窗簾，等陽光陽氣大面積咁照入屋子入面。陽光係最純正、最天然嘅殺菌劑同抗抑鬱藥。屋子明亮咗，你嘅心胸自然就敞亮啦。屋子陰暗，災無病嘅人都會代出日結嚟。第3招，順應天時，建立居所嘅生物鐘。環境整好咗，人得同環境同頻共振。唔好喺深夜入面將屋企所有嘅燈都開到雪亮，嗰啲叫陰陽顛倒，最傷肝腎。入夜之後，只留幾盞暖黃色嘅氛圍燈，等身體感知到應該休息啦。清晨天一光就去露台或者窗邊伸個懶腰，呼吸第一口清風，跟住大自然嘅節奏作息，將你嘅身體融入到天地嘅磁場之中。老友們，最好嘅房子從來唔係用金錢堆砌出嚟嘅宮殿，而係能夠令你喺呢個世間瞓得踏實、坐得心安嘅一個小小道場。房子再大，你夜眠都係不過7尺。激篤受練如巨氣，你嘅晚年先至可以真正安享太和。我喺呢幾十年嘅歲月入面，見過太多繁華，都睇過太多人晚年嘅落寞。我將自己呢一生嘅感悟游說咗講俾大家聽，無非係希望我哋呢班半生勞碌嘅老友記，可以喺人生嘅下半場活出少少真正嘅體面同通透。
企咗咁多，最後再俾大家畫幾個重點，大家千萬要將呢幾句話放喺心上。第一，絕不向孤獨妥協，而係要與之共舞。記住，唔好再俾世俗嘅眼光綁架。呢個人組絕對唔係乜嘢詞量嘅悲劇，嗰個係上天賜予你最清淨嘅圓滿。唔好再去強求乜嘢兒孫滿堂嘅虛假熱鬧，學識同自己相處，將一個人嘅時間轉化成產出，去研究一道菜，去讀一本好書，去寫一幅字，喺孤獨之中自得其樂。你嘅內心滿入咗，就唔需要去外面討飯食。第二，物色係累積，回憶先至係財富。將你畢生收藏嘅嗰啲死物，應該送嘅送，應該清嘅清，你留低嘅嗰啲所謂寶貝，帶唔走唔再講，好可能仲會變成子孫親戚爭到你死我活嘅炸彈。趁住精神好，將心頭好送俾識得欣賞嘅人，廣結善緣，令自己嘅生活空間做減法，將人生嘅狀態由管理者退落嚟，變成真正嘅享受者。記住呢種輕裝上陣嘅自由，煩惱丟盡咗，孤獨感自然消散。第三，斬斷讓以防老嘅情緒勒索，唔好將自己嘅晚年幸福當作保單一樣壓住喺子女身上。子女有佢哋嘅人生優先次序，唔好做嗰個成日吐苦水、索取情緒價值嘅老人家。你要活成一團明亮嘅火，自己溫暖自己，別人先至會願意靠近你取暖。你將自己嘅身體顧好，將自己嘅情緒搞掂，自己愛自己就係對呢個世界、對兒女最高級嘅孝順。第四，藏風聚氣，安頓肉身，防止唔好氹大，屋大人少就好似氣動一樣，吸走你嘅精氣神，揾一個可以令你聚氣凝神嘅小天地，哪怕只係一間酒店嘅套房，只要可以令你覺得唔使操心瑣事，嗰個就係最好嘅道場。等陽光照入嚟，順應天地嘅作息去生活。各位老友，將呢4點諗通咗，做到咗，你就可以喺呢個喧囂嘅世界入面，為自己圈出一塊堅不可摧嘅精神城堡。我哋學易經，講風水，講命理，好多人容易陷入一個誤區，以為呢啲係搞封建迷信，以為擺個風水陣，求個符咒就可以延年益壽、逢凶化吉。錯啦，大錯特錯。易經嘅根本在於明理兩個字。明乜嘢理？明天地萬物運行嘅規律，明生老病死嘅自然法則。你順應咗呢個理，你嘅心就唔再糾結，唔再恐懼。喺呢度，我要送俾大家一句極其重要嘅說話。呢句話你哋無論如何要刻喺骨子裏。福人居福地，最好嘅風水始終係人心。易經第2卦坤卦有言：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大地點解可以承載萬物生長？因為大地寬厚、包容、不爭。你嘅心就係你生命入面最大嘅一塊風水寶地。如果你嘅心入面充滿咗對死亡嘅恐懼、對兒女嘅怨恨、對物質嘅貪婪，咁你哪怕住喺金碧齊皇嘅皇宮入面，哪下請全天下最犀利嘅風水大師嚟俾你布陣，你依然會活喺避地獄之中，日夜備受煎熬。相反，如果你嘅心徹底放低咗，你唔再向外索取，你懂得知生命嘅本質就係孤獨，但又極其圓融。你將物質睇淡，將精神養足，你好似明夷卦咁樣內藏光明，不假外求。嗰個時候，你無論走到邊度，哪怕係拎住個包去住酒店，哪怕係獨自一個人喺街市揀一條新鮮嘅馬友魚，嗰個地方就係天下絕佳嘅福地，因為你自己已經變成咗一個頭頂自帶光芒、充滿福氣嘅人。我成日講，生命嘅長度不到你控制，但生命嘅闊度由你話事。我哋依家就係要透過心境嘅轉變，將所有沉重嘅嘢拾棄掉，將生命嘅闊度拉到最闊。而且學習呢啲智慧，不僅僅係為咗我哋自己得救。各位老友，當我哋將呢啲道理悟透咗，自己活得神采飛揚啦，
我哋再去同身邊嗰啲仲喺苦海入面掙扎，成日長魚短嘆嘅老友記分享，呢個就係喺度布施。喺呢個世界上最大嘅慈善唔係捐咗幾多錢，而係你用自己嘅智慧同通透去點醒一個深陷痛苦同恐懼嘅老靈魂，分享智慧，本身就喺度布施。呢個叫法布施，係凝聚無窮福報嘅善舉。各位老友，相識一場即係緣分。呢段日子，我喺呢邊歲數到陪大家走過咗人生嘅呢段心路歷程。如果你覺得呢呢堂課，哪怕有一句話觸動咗你，幫你解開咗一個心結，令你夜晚可以瞓得更加安穩啲，咁我呢番心血就無白費。大家不妨預下手指，俾我哋呢套課程點個讚，訂閱呢個頻道。呢個唔係為咗我嘅虛榮，而係為咗令平台嘅機制將呢啲清醒嘅文字推俾更多此刻正坐喺昏暗房間入面獨自暗自內耗嘅同齡人嚟嘅一個分享，可能就拉咗一個正喺懸崖邊上嘅老朋友一把。所以我為咗凝聚我哋呢班銀髮族嘅群體重生磁場，我邀請各位老友，依家就喺評論區入面留低一句我哋嘅祈福善言：心安是福，自在圓滿。等我哋用呢8個字互相祈福，互相加持。無論你身處香港嘅舊唐樓，定係喺海外嘅唐人街，當我哋打出呢8個字嘅時候，我哋嘅心係喺一齊嘅。呢份坦然面對晚年，不畏孤獨嘅強大能量場，將護佑住我哋每一個人，走好接下來呢段最輕盈、最遼闊嘅人生旅程。好啦，老友們，我哋嘅課程到呢度就暫告一段落啦。祝大家人生下半場玩得痛快，